40加打工人妈妈给假期高中生做早午餐。曾某年某一天某地，時間如靜止的空氣，你的筆記給我驚喜。尋說同你闖天與地，尋說無悔今生等你，也不擔心分隔千里。多少歡樂常回味，天空中充滿希冀，祈求再遇上不放棄不逃避。今天失落才明白默默道理，越是懷念你，越怕沒法一起。幹什麼呀？誰得到過？願放手曾精彩過，願挽留年年月月逝去時，覺得深愛你。如果失約，在這生無需相見，在某年完完全全共聚一生也願意。來這年這一天這地，重見尋似相識的你，笑得輕鬆中帶傷悲。談你談我的心趣味，無法忘記當天的你，你的關心不過演戲。多少歡樂常回味，天空中充滿希冀，祈求再遇上不放棄不逃避。今天失落才明白默默道理，越是懷念你，越怕沒法一起。誰得到過？願放手曾精彩過，願挽留年年月月逝去時，覺得深愛你。如果失約，在這生無需相見，在某年完完全全共聚一生也願意，完完全全共聚他生也願意。怎麼給他買兩個耳機的？我在那個拔了兩個。尋某年某一天某地，時間如靜止的空氣，你的筆記給我驚喜。尋說同你闖天與地，尋說無悔今生等你，也不擔心分隔千里。多少歡樂常回味，天空中充滿希冀，祈求再遇上不放棄不逃避。今天失落才明白默默道理，越是懷念你，越怕沒法一起。誰得到過？願放手曾精彩過，願挽留年年月月逝去時，覺得深愛你。如果失約，在這生無需相見，在某年完完全全共聚一生也願意。好吃，好，这个有点烫，慢慢的吃，刚刚出锅。要是没下雨去哪里搞呀？要是没下雨，没下雨，准备就去河边呢，河边那个小公园里面。那河边有麻辣烫吗？那我们就把我们带个卡式炉去就可以煮了。哦，一样的有麻辣烫的。我们准备带个卡式炉去，然后带个小锅去就可以煮了。你本来昨天晚上把食材买好了，就准备今天早上直接去河边，结果呢，直到今天早上起来，外面又下雨又刮风的，把我们的计划全部捣烂了。
你最后点在家里搞了。